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第10页的地方，就讲到说比度呢，就是可以分为氏氏比量、共生比量还有信许比量这三种。那在讲到氏氏比量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氏氏比量它最主要的因呢，就是以抚顺于事实的来作为它的因，以抚顺事实的情况呢作为因之后呢，然后能够由此来理解到它的所要证得的所量的内容呢，那这个呢称之为是氏氏比量。那第二个共生比量，或者说所谓的集成比量呢，它最主要呢就是以世间名言所供取这一点呢，然后来作为它的因之后，由此呢而通达它的所知的这个呢，称之为叫做共生比量。那第三个呢，信许比量，就是它依靠着就是事情真实的相状也好，或者是依靠着就是世间名言所供许呢，它都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到他的所成，而是要依靠着就是亲近的这个世尊的这个圣教，世尊的这个言教呢，才能够了解，以此作为正因呢，才能够了解呢。那这个呢，称之为叫做信许比量。那我们上一堂呢，就讲到11页的最后一行，就是从信许比量呢开始做解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从三察清净之圣教的因相当中呢，无欺狂的了解由师得受用，由戒得善趣等圣教本身所开示之意的比量呢，那就是第三个呢信许比量的这个事项。那所以这边呢就讲述到说三察清净圣言。那我们要先了解到什么叫做三察清净圣言。那三察清净圣言呢，第一个就讲说它透有三种观察。那是哪三种观察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世尊所讲的这个言教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要观察的第一点，就是在世尊所开示言教当中，对于现前分的部分呢，是否和限量呢有所相违？也就是世尊所讲述的内容当中呢，关于限量、关于现前分的部分呢，是要如同限量它显现般呢，如同限量显现般存在的这个呢，那是符合第一个，就是对于现前分的部分呢，要不违背限量。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对于略隐部分的部分呢，要不违越世事比量。世事比度。那什么是略隐蔽分呢？略隐蔽分就讲说我们所谓的就是细分的无常等等，就是凡夫在赘述通达的时候呢，要透由因相这种正因呢，才能够理解的呢，那这个呢叫做极隐蔽分。所以第二个主要观察的呢，就是世尊所在展示，或者说世尊在开示关于就是细分无常的内容的时候呢，那是否和略隐蔽分呢有所相违？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世尊呢在开示关于极隐蔽法的时候，那极隐蔽法呢，在开示极隐蔽法的时候呢，是否呢和信许真因呢是否有所相违？所以一开始呢要先观察呢这三项呢是否清净。所以一开始就讲到说，透由三种观察，如果都是清净的呢，那称之为叫做三察清净圣言。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透由三察清净圣言的这个因善当中呢，就是以三察清净圣言为因，然后呢，能够无欺狂，就是能够正确的了解到呢，就是呃由师得受用，由戒得善趣，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就是因师有受用，由戒得安乐的这个所权益呢，等圣教本身所开示之意的这个比量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现许比量呢，它的事项。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此等圣教本身所开示之意呢，那也就是说，这个这个经文呢，就是因师有受用。由借有安乐的这个经文呢，它的字之所权益，就是它所权的内容呢，就是透过布施我们能够获得受用，然后透由持戒呢，我们能够投身到善趣。那这个呢是属于这一段经文的所权益。那对于这个经文的所权益呢，它对于现前分来说的话呢，就是不违约限量。那它对于隐蔽分来说的话呢，略隐蔽分来说的话呢，它不违约世事比量。那同样呢，在极隐蔽分的部分呢，它不违背呢，就是信许比量。所以这种呢，就是称之为叫做
这个以此为因向的呢所获得，然后能够通达他的所权益，是这里所讲的圣教本身所开示之意，也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所权益呢，能够通达这个所权益的比量，也就是呢信许比量。所以呢，就是这里呢，最主要就是讲到说，就是无论说我们讲说是信许比度也好，或者说呢事实比度，或者说共生比度也好呢，在这里所讲到比度或者是比量的时候呢，那最主要呢都是提到说，这个比度呢，它本身呢提到说这个了知的体性，这个了知的体性呢就是比度的体性，也就是呢了知的这个体性。那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呢？三者都是比度的体性，那它们的差别在何处？它们差别最主要呢，就是在讲到说能成的因，能够升起这个比度的因，像是以信许比度来说，比度呢显示了它的有境本身呢，有境本身是比度的这个体性。那信许呢，就讲到说它能生的因呢，是透由我们具信的这个经教，以此经教呢作为正因之后，所产生的比度呢，叫做信许比度。那同样的呢，事事比度也一样，比度呢提到说这个有境，它的体性呢就是比度的体性。那事事呢就讲到说，就是透由事物之力，所以叫做事事，也就是说，它透由服顺于事实的这个力量而产生的这个比度，就是它所讲述的内容是它所用的正因是以服顺于事实来作为它的正因的缘故呢，所以它叫做事事比度。那共称比度呢，或者说集成比度呢，它最主要的因呢，它最主要能生的因呢，就是以世间所供取的这一点呢，来作为它的因，所以它称之为叫做共称比度。所以呢，比度三者呢，就是讲到说它的体性呢是一样的，那差别呢就在于说它能生的因呢有所差别的缘故，所以以它最主要的因来为它命名，所以才有了事事比度、共称比度以及信许比度这三者。所以从这个事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从三茶清净圣言的这个因相呢，就是这边圣教者就是说佛所讲的这个内容，所以叫做三茶清净圣言的这个因相呢，就是以此为因，然后能够无欺狂，无欺狂呢就是毫无错误，能够正确的了解到，能够了解到什么呢？能够了解到由师得受用，由戒得善趣。等圣教本身呢，就是这个言教本身呢所开示之意的这个比度呢，那也就是所谓的信许比度。所以我们可以先了解到信许比度呢，这个信许比度它的所量是什么呢？它的所量也就是它的境，它的所量就是由施得受用，由戒得善趣，就是透由布施，我们能够获得受用，能够获得财富等受用；透由持戒呢，我们能够感得人天的这种善趣。那这个呢，最主要是这个信许比度呢，它最主要的一个所量。因为呢，我们讲到说，就是它的所量呢，由施得受用，或者说由戒得善趣，这一点呢，并不是像说哦，我们一般在了解说声音是无常的时候，讲到说哦，声音有法，它是无常，以是所作性故，或者说以是刹那刹那幻灭故，我们不能够透由这一种就是事事比度，就是服顺于事实的这一种状况呢，来作为它的因，然后去了解到说，就是透由布施我们能够得到受用，或者说透由持戒呢我们获得善趣，无法透由这种事事比度的方式呢去了解到它的所量，或者说呢我们无法透由就是集成比度，就是说呢共成比度呢去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呢由施得受用，由戒得善趣，这一点呢，它本身就不是世间所供许的，所以才会讲说它是即隐必分。为什么是即隐必分呢？因为世间的一般的凡夫呢是无法了解的，唯有呢了知世界诸法一切实相的佛呢才能够了解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即隐必分，就是为世尊呢所能够了解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到这个比度它的所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透由无欺狂的这个经教，就是呢，就是正确的这个经教呢，我们具信的这个经教呢，然后透由这个呢去做了解。所以呢，我们讲的把这个内容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能够了解透由布施获得受用的这个比度呢，那就是所谓的信许比度，或者说了解到持戒能够获得善趣的这个比度呢，也就是所谓的信许比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12页的第2行。那这边呢，就讲到说，
共称比量呢，必是事事比量。然而，那这个而的意思呢，就提到说，就是我们上堂课有讲到，只要是呢共称比度的话，它一定是事事比度。但是事事比度的话呢，不一定呢会是共称比度，因为共称比度呢，它的所量呢一定是符顺于事实的缘故。但是符顺于事实的呢，它不一定呢会是世间所共许，所以才会讲到说呢，就是它这个而字表示就是说，只要是共称比度呢，就一定呢会是事事比度。但是呢，是事事比度，不一定会是共称比度的意思。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若是现前呢，未必是限量。那这个呢，也很容易了解，因为我们讲到说呢，所谓的限量呢，就是它既是现前呢，又是量的呢，称之为是限量。所以只要是现前的话呢，它不一定呢会是量。就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像是直凭眼知的第一刹那呢，它既是现前呢，也是量。但是像呢，直凭眼知的第二刹那之后呢，它虽然是现前，但它并不是量。它为什么不是量呢？因为我们讲到说，量呢是心不欺狂的了知。所谓的心呢，它就是能够智力呢去通达它的所量。但是第二刹那之后呢，它是以通达前量所以通达的缘故呢，所以它并非是心通达，所以它并不是量。那这边呢，只是以直凭眼知呢来作为一个举例之外呢，那像是直住眼知等等，就是所有的了知呢，能够通达尽的了知的第二刹那呢，那都可以说它不是量。那除了就是一切遍知之外，除了一切遍知之外，所有的了知呢，那它的第二刹那呢，我们都可以说它并不是量，因为呢，它并不是透由智力呢去通达它的所量的缘故。那接下来呢，若是比度呢，未必是比量。那这个呢，就是在法传大师的这个论著里面呢，这个算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因为通常在法传大师的其他的这些论点里面呢，是承许到说呢，凡是比度呢，必定是比量。所以，这一句话呢，出现在中医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平常呢会比较在这方面呢做辩论的一个地方。那这一句话呢所讲述的内容呢，应该是指到说，像是我们一般讲到说透由正因呢，透由理由呢所了解的一个东西，譬如说透由正因所了解的无常呢，那第一刹那呢是比度，但是第二刹那呢。第一刹那呢，既是比度呢，也是比量。但是从第二刹那开始之后呢，就如同刚所讲述的，它呢并不是心不欺狂的了知。为什么？因为它对于它的所量无常呢，并不是有智力通达，而是通达前量所以通达的缘故呢，所以并不是量。所以可能是以这个角度呢来做思维，所以讲到说呢，若是比度呢，未必是比量。事项呢，就如同接下来有讲到说，因为呢，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那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呢，它就是现前，但是呢，它并不是限量。它为什么不是限量呢？那就是刚所讲述到的，因为它对于它的所量呢，色呢，并不是心不欺狂的了知，因为它不是由智力通达，是通达前量所以通达的缘故呢，所以它并不是量，但是呢，它还是现前。那同样的呢，第二个就想要说，若是比度呢，未必是量。那他所举的例子呢，就像要说，了解生死无常第二刹那的比度呢，它是在觉知的缘故。所以这讲到呢，是比度呢，它不一定会是量的呢，就提到说，通达呢生死无常的第二刹那的这个比度，因为呢，它本身呢是在觉知，它为什么不是量呢？因为它是在觉知，它是在觉知呢，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它对于它的所量呢是通达。自知前量呢，所以通达的缘故，引申自知前量，所以通达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在觉知，所以它虽然呢是能够透由理由呢去了解到声音是无常，但是呢，它并不是透由智力呢去通达，因为呢它是通达引申自知前量呢，所以通达缘故，所以它是在觉知，所以这边就讲到呢，它是比度呢，但并不是量的原因，因为呢它是在觉知。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又引了呢，就是据理论，也就是量观察论。那这个据理论在这边呢是写到就是法上，那应该呢实际上是法圣，就是法圣论师呢他自己呢，他在他所造的这个据理论里面呢，就是讲到了原因，就是这边呢就引用了一个经教。
引了法身论师的这个据理论呢，里面讲到说，现前的第一刹那与彼度的第一刹那呢，这两者呢是量，就提到说呢，现前的第一刹那还有彼度的第一刹那呢是现量，以及彼量呢，然后已成为前述之相续的，就是成立及安住等没有不同，所以断除后来那些是量之故。荣谦说，这边所引用的藏文呢，跟荣谦他们在学习心类学的时候呢，就是虽然说意思是一样的，不过所引的这个内容好像稍微有一点不同。那总之呢，就是在量观察论里面呢，就讲到说现前的第一刹那，还有彼度的第一刹那呢，这两者是量之外呢，那已经成为呢，就是现量还有彼量呢，和它相续，就是它同一个续流，它同一个直流呢，就是和它非成住同之一，也就是说呢，和它非成住同之一，就是和它相续，就成立以及安住，就是指说成住的这个同之一，和它非没有不同的这个成住同之一的第二刹那的续流，或者说第三刹那，就是总之呢，和它同一相续的第二和第三相续等等呢，这些呢皆不是量。所以呢，在据理律里面呢，最主要讲的呢，就是像现量以及彼量呢，就是现前与彼度的第一刹那呢是现量和彼量，那和它呢就是同一个相续直流的相续后继呢，那无论是第二刹那到第三刹那，就是说这个了知尚未结束之前的这些第二刹那之后呢，那全部呢都不是量，那意思呢就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说是非量，那第二呢，就提到说，因为我们开始讲到说，这边分类呢，就是把了知呢分为量和非量。那非量的觉知呢，就讲到说不是量的这些了知呢，叫做非量。那它的性相呢，就是不是心不欺狂的这个了知，那就是非量的这个觉知，那也就是它的性相。那非量的这些了知呢，我们来做区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分为5种，那就是第一个呢在觉知，第二个颠倒知，第三个犹豫，第四个是察疑，第5个显而未定知。那我们通常在讲述到就是7种分类的时候呢，那就是加上前面呢所讲到的，就是有量的这个现量以及彼量，所以加上就是现前还有彼度，那以及呢非量的这5种觉知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7种觉知。那这个之前在讲心类学的时候呢，就是都有解释过。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就是据理论里面所讲的，就是彼度的第一刹那呢是量，那它的相续后继的这一些呢，就是并不是量的。那这个理解就是我们要先区分一下，这里所讲述的内容呢，只是说像是通达无常的彼度，或者说呢，通达无我的这个彼度呢，那就讲说以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彼度的第一刹那呢是量，那它的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呢并不是量，因为呢它是在觉知，这样子理解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种特例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第一刹那升起的这个瑜伽现前，也就是呢在见到无间道的时候呢，它是现前通达无我，或者说现前通达无常的这个瑜伽现前。那这个瑜伽现前呢，它其实呢也是这个分别之，就是通达无我以及通达无常的这个相续后继。那这个通达无我以及通达无常的这个分别之呢，那如果再往前推的话呢，就是要推到呢就是思所成慧，也就是最初呢彼度呢透由彼度通达了无常以及无我，然后由这个相续呢就是不断的串修之后，那这个相续后继什么时候呢能够变为现前体性的时候呢，就成为了瑜伽现前。所以这个瑜伽现前呢，就是以它的前一个直流，它的前一个续流来说呢，也是透有彼度之后呢，然后也是属于彼度的相续后继。所以这种相续后继呢，并不是这里所讲的除了第一刹那是量之外呢，后面呢都是在觉知，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而是指说一般我们所讲的，它本身都是彼度的体性。那这个第一刹那呢是彼量，那第二刹那呢像是通达无常的彼度呢，它的第一刹那呢是量，那第二刹那呢是在觉知。那这个时候呢，所理解的方式呢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所讲的呢，就是说第一刹那它本身呢是彼量，
那第二刹那呢是在觉式，这一种呢是以这种方式来做理解，而不是只说于其现前这种。那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那同样的呢，那刚刚讲的是说讲到比度的第二刹那呢，就是要断除呢，就是第二刹那之后呢是量。那同样呢，现前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现前的第一刹那呢是量之外，那现前就是它的相续后继呢要断除呢那些相续后继呢是量。那这个呢也是指说一般的状况，因为如果说我们以一切片质来说的话呢，那一切片质第一刹那呢是量，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是从第二刹那开始，它也是属于现前的第二刹那，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呢，一切片质的第二刹那呢并不是量。那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说，佛陀呢，他成佛的时候呢，他心绪当中所有的断圣功德呢都已经圆满。所以说，以还没有成佛之前，在众生地的时候呢，他的第二刹那并没有办法成为量，因为呢，他没有办法致力呢，第二刹那之后的这个了知，他没有办法致力呢去了解他的所量，他已经要透由第一刹那，能够引申自己的第一刹那的通达，所以通达之力呢，去证得这个境之外，他没有办法势力去通达。但是佛陀因为呢已经成佛的缘故，他已经断功德和正功德二者皆圆满，所以即使是时边际刹那的这种时间的这个了知呢，他也能够通达一切法。所以在佛陀的心绪当中呢，并没有所谓的在觉知，没有办法说一切片之第二刹那呢是在觉知。所以这边现前的第一刹那与比度的第一刹那呢是二者失量。那除了这两者以外呢，断除后来的那一些，只说他们之后所产生它的相续后继呢，都不是量的这个呢是有但书的，并不是所有的呢都是这个样子。以现前来说呢，像是一切片质，那从比度来说也是一样，比度的相续后继呢，它也不一定呢会是在觉知。就像刚所讲的，就是说它所引申的这个于其现前呢，也同样呢并不，也同样的呢是量。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是否是同一个支流呢？该如何的做区分？譬如说5年前想的三八跟5年后想的三八的这个分别值呢，那是不是同一个支流？那我们就讲说是否为同一个支流呢？就是这个了知呢，它是否是同一个进取因？如果是同一个进取因的话呢，它就是同一个支流。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讲述到的就是这个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它本身是一个相续的一个支流。那这种就是属于同一个支流，最主要是看它的进取因。那对于说像是以占八来做例子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5年前所想的占八跟5年后所想的占八呢，它会有是同一支流的，也会有不同一支流的。比如说我去年想的占八跟今年想的占八呢，如果我所想的占八呢是同一个占八，那同一个占八就是你所想的这个它的进取因呢是一模一样的，是同一个进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可以说为是同一个支流。那如果说呢，你去年想的呢是南方的占八，那今年想的是北方的占八，或者说去年想的是好吃的占八，今年想的是不好吃的占八的话呢，那这个都是想占八的这个分别值，但是呢，它就不会是同一个支流。或者说我们以平值来做区分的话，我去年呢想到一个金瓶，那我今年呢想到的是这个铜瓶。那去年想的金瓶跟今年想的铜瓶呢，都是想着瓶子的这个分别值，但是很明显呢，这两者呢就不是同一个支流，所以它是否是同一个支流，最主要呢是看它是否是同一个进取因。那或者是说呢，就是我想父母的这个我想父亲的念头，还有想母亲的这个念头，那这两个呢都是我想人的这个念头，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想父亲的念头跟想母亲的这个念头呢，它是同一个支流。人们其实说呢，就是这种状况呢，就是我前10分钟呢，就是看到花朵之后呢，那我闭起眼睛，那之后再打开眼睛看这个花的时候呢，这两个眼知呢，这两个现前的眼知呢，它并不是同一个支流，但是呢，会有什么状况？比如说呢，就是我现在呢，就是看着一朵红色的花，那我看完这朵红色的花之后呢，那我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呢，我现在脑海中呢就现起我刚刚所看到的这朵红色的花。那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时候我所现起的这个意念的这个了知，去意识花的这个了知呢，这个分别知，它是由根知所引起的这个分别知，这两个呢可以说它是同一个支流。
但是呢，并不能说就是我现在看这一朵花，那我把眼睛闭起来之后呢，那我之后再把眼睛打开，再看这一朵花的时候呢，不能说这两个根枝呢，这两个根枝是同一个支流，这是没办法的。因为有可能说我现在看的这一朵花，这时候花可能是盛开的时候，那等到我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再打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朵花可能已经枯萎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说看到盛开花的眼枝跟看到枯萎花眼枝的这两个眼枝呢是同一个支流。那可以这么说，比如说我看到这朵花的时候的眼根枝，那10年后我再用分别之意念我看到的10年前所看到的这朵花的这个眼根枝，会是10年后我意念起这朵花的分别之的进取因，是这个意思对吗？就是说，人们接受这种状况呢，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那一朵花呢，有一怎么说，就是它可以说有一部分呢是它的进取因，就是说有能够成为它进取因的这个花，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茎呢都是会成为它的进取因，就是它的茎就是有一部分呢是可以成为现在所现起的这个分别枝的进取因，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茎呢都能够成为进取因，这个是有差别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讲到进取因的时候呢，那这个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在我们还没有未入道之前，还没有入无论是大乘道或是小乘道之前呢，我们就先证得了无常。那证得了无常之后呢，那到我们成佛之间呢，就是它不只是10年、20年，它可能是好几世或者是几劫的时间呢，我才能够进入圣道位，然后最后呢成佛。那所以我们是要承许说呢，我们要承许我还未入道之前呢，证得无常的这个了知呢，它是我成佛呢，我们要承许这个了知呢，未入道之前证得无常的这个比度，或者说这个分别知呢，它的相续，它的同一个相续后继呢，是能够成佛的。所以当我们成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往前推，就是这个成佛的证得无常的这个了知呢，那往前推的时候呢，它的同一个续流呢，就可能是在就是现证无常的这个见道位。那现证无常见道位的这个证得无常的了知，再往前推的时候，就是我们尚未入道，然后证得无常的这个了知，这个呢是可以承许说它是同一个相续后继的。所以是同一相续后继，并不是说它只能是完全，它只能就是完全在这一世而已，并不是，它可以相隔很多年，乃至说很多劫呢，也是可以做这样子的程序。那再举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比如说我们讲说，就是我们现在心绪当中的意识，那也就是呢，经部中承许说补特伽罗事项的意识呢，就是以这个意识来说的话呢，那就是比如说经部中呢也承许说，就是我们会成佛嘛。那成佛的时候呢，如果说不考虑到说什么像是无余涅槃的这个是否存在，那就想说就是能够成佛好了。那我们这个补特伽罗第六意识的这个意识呢，就是补特伽罗事项的这个意识呢，它是能够成佛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心绪当中的意识呢，在成佛的时候呢，也就是所谓的法身。所以，从我们现在到成佛呢，中间以经部中来说，它也是成修多劫之后才能够成佛。那经过这么多劫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心事的这个相续后继呢，最后呢，成就了佛的这个法身。那同样，我们成佛时候的那个法身呢，再往前推，就是它的相续的前继呢，就是它的同一续流的前一刹那呢，就是往前推，可以推到我们现在心绪当中的意识，所以相隔了很多年呢，也还是可以能够是同一个相续的。